现在就让我用饶舌来告诉你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。你知不知道那是关于上帝他爱你，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真是奇妙的无比。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，无法体会人生真正的丰盛意义。不论宗教善行道德或是哲学道理，都无法完全解决人的罪这永恒问题。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3天后他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造就人生命上和人的桥梁。他说：“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，再次重拾那份失落的破裂关系？闭上眼睛，大声说：上帝，我真的需要你。” Yo, put your hands up！ 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，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。但3天后他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、神和人的桥梁。他说：“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，再次重拾那份失落的破裂关系？闭上眼睛，大声说：上帝，我真的需要你。”从此我不再看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污秽，而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奇妙作为。于是我回过头，看见耶稣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为我而流。原来这就是真爱代价，就在那2000年前的哥哥踏上的十字架。于是我回过头，交出我的手，上帝，这一辈子我要跟你走。Yeah.